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起立来赞美神。耶稣是我最好的朋友，无论什么时候，你都牵着我的手，我的心情只有你最懂，在不知不觉中，你充满我的生活，走我相信你的那分钟，祝你和我起了化学的作用，从此以后我对自己说，一生跟你走，耶稣我永不放手。有一种难以抗拒的感受，这是了无法用言语形容，你的爱是那么轻松，却让我深刻感动。有了你，我其实就一无所求，跟随你不需要任何理由，你给我更加宽阔的天空，你的爱像一股电流，一路传到脚趾头，太真实太奇妙，我永远不会放手。耶稣是我最好的朋友，无论什么时候，你都牵着我的手，我的心情只有你最懂，在不知不觉中，你充满我的生活，走我相信你的那分钟，祝你和我起了化学的作用，从此以后我对自己说，一生跟你走，耶稣我永不放手。有一种难以抗拒的感受，这是了无法用言语形容，你的爱是那么轻松，却让我深刻感动。有了你，我其实就一无所求，跟随你不需要任何理由，你给我更加宽阔的天空，你的爱像一股电流，一路传到脚趾头，太真实太奇妙，我永远不会放手。有一种难以抗拒的感受，这是了无法用言语形容，你的爱是那么轻松，却让我深刻感动。有了你，我其实就一无所求，跟随你不需要任何理由，你给我更加宽阔的天空，你的爱像一股电流，一路传到脚趾头，太真实太奇妙，我永远不会放手。太真实太奇妙，我永远不会放手。太真实太奇妙，我永远不会放手。就赐给我清洁的心，紧紧跟随你，我渴慕更深爱你。
跟随你的脚步，活出你对我呼召，每一天带领我更多亲近你。我愿这一生跟上你，求与我同行，主引导我生命，赐给我甜美的灵，能合乎你心意，一生跟随你。就赐给我清洁的心，紧紧跟随你，我渴慕更深爱你，因你深爱我。跟随你的脚步，活出你对我呼召，每一天带领我更多亲近你。我愿这一生跟上你，就与我同行，主引导我生命，赐给我甜美的灵，更合乎你心意，一生跟随你。我愿这一生跟上你，就与我同行，主引导我生命，赐给我甜美的灵，能合乎你心意，一生跟随你，能合乎你心意，一生跟随你。求圣灵平静我们的心，能更享受在基督你的爱里。我放下自己，来到你座前，圣灵降下平静我的心，在你爱里，天父你为我重新的生命，与自己分离，与我更靠近，相遇基督里。我把自己全人交给你，全心交给你，献上这心灵，诚实敬拜，在你同在里，负担和重担都交给你，在你脚前哭泣，跟随你心意，我愿意。天父你同在，使我灵恩喜，心思和意念都属于你，倾听你声音，
耶稣来亲自带领我生命，每个决定，每一个脚印都在基督里。我把自己全人交给你，全心交给你，献上这心灵，诚实敬拜，在你同在里，负担和重担都交给你，在你脚前哭泣，跟随你心意，我愿意。我把自己全人交给你，全心交给你，献上这心灵，诚实敬拜，在你同在里，负担和重担都交给你，在你脚前哭泣，跟随你心意，我愿意。我把自己全人交给你，全心交给你，献上这心灵，诚实敬拜，在你同在里，负担和重担都交给你，在你脚前哭泣，跟随你心意，我愿意。我把自己全人交给你，全心交给你，献上这心灵，诚实敬拜，在你同在里，负担和重担都交给你，在你脚前哭泣。你的话语是我生命，跟随你心意，我愿意。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常靠着自己的意念走得太快，甚至走在你的前面。感谢上帝依然有耐心的等待我们回转向你，聆听我们的祷告，也求你在此刻可以安静我们的心，倒空我们的心思意念，也能透过今天的经文讲道，让我们重新被调整，能继续跟着你的步伐走在基督里的每一步。我们即将开始今天的聚会，求主同在。孩子这样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依然站立，用使徒信经来做信仰告白，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任内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的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坐。好，这里来进行报告。今天很开心，有新朋友来到我们的当中，一起跟我们一同聚会。有从香港而来，香港来旅游的这位姐妹，那让我们你站起来，让我们拍拍手欢迎你。她从香港旅游，然后今天礼拜日一同跟我们来一同聚会。然后还有立安的朋友是博士跟阿珍，博士跟阿珍，那你站起来，让我们欢迎拍摄哦。好，应该这样。那手边有周报的会友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看。好，我这边先公导事项。
我们第一点一起来看，恳求上帝保守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让我们在每时每刻，我们都能够谨守上帝所教导我们的。二，还有很多肢体需要我们上帝的灵与他们同在，我们也可以用我们最简单、最强大的力量，我们的祷告，为着我们教会需要上帝安慰的家人来一起祷告。那名单就有印在上面。三，接着我们教会有不同的事工要准备进行，也恳求上帝让我们有每个事工都有上帝大有能力的同在，让我们每一项事工都能够顺利的进行。再来，我们一起看教会的消息。6月26周五举行社区关怀据点的结业式跟感恩餐会。聚会的当天，我们会请到更生团契陈建龙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一起分享。那下一季的季度据点的课程，我们都已经额满。我们会在9月3号陆续开课，也为着我们社区的事工一起来代祷。再来这一点比较重要，就是6月28下一个主日是福音主日，它是禾堂礼拜，邀请到平安非教会的郑元宪牧师会来到我们礼拜堂见证分享，也邀请各位弟兄姐妹能够邀请你们的亲朋好友一同来到教会当中领受上帝的恩典。那下一周是禾堂礼拜，然后礼拜是9点半开始聚会，我们没有华语礼拜，所以不要跑来，就是一同在9点半一同来到2楼一同聚会，就再麻烦会友注意一下。然后主日结束爱餐结束后，我们教会要进行年终的大扫除，要再麻烦大家为着自己教会的家一同来打扫。5，再麻烦各团契的会长，在主日后把第3季的服事班表能够就是交给我们的英干事进行会诊。那我们一起来看团契消息。团契消息：6月27礼拜六下午3点有妇女团契聚会，我会邀请到浸会长老来到我们当中进行分享。再来第2点是7、8月的松年团契会放暑假，所以会休息就暂停聚会。再麻烦松年团契的长辈要注意一下。奉献明细在下面，就大家自行来确认，如果有错的再麻烦跟干事进行更正。那现在要进行奉献。好，我们一起闭上眼睛，一起低头来做奉献感恩祷告。主啊，什么是合乎你的心意？在我们成为基督徒时，我们就不断的在摸索，不断的在学习。当上帝第一次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那种美好的感觉，让我们知道，我们对于这份信仰，我们要永不放手。但这个世上太多四面而来的冲击，可能会让一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的你，逐渐慢慢变成只剩下我们自己。恳求上帝进入我们的内心深处，不单只有在逆境需要上帝时，才有想到上帝你与我们同在。我们会众坐在这边，要来聆听上帝你对我们说的话，就是想要一生跟随你，跟随上帝你的心意。愿我们所做的、所唱的、所行的、所献的，都成为上帝馨香美好的祭。当中或许有人是因为长辈信仰的传承，因为朋友，因为同事，因为另一半而来到教会，但主，你所做的每一步，我们所遇到的人事物，
都是有意义的。或许还有人不认识你，还在探索，还在拉扯，但你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现在也要用主所教导我们的主祷文一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永远。阿们。再来，圣经记载在列王记上9章1到9节，这里我来念，大家一起来认真听。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并一切所愿意建造的都完毕了。耶和华就2次向所罗门显现，如先前在基遍向他显现一样，对他说：你向我所祷告祈求的，我都应允了。我已将你所建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藏在那里。你若效法你父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大卫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倘若你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你们的地上剪除，并且我为己民所分别为圣的殿，必舍弃不顾，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作笑谈，被讥诮。这殿虽然甚高，将来经过人必惊讶，嗤笑说：那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人必回答说：是因为这地的人弃离领地，他们列祖出埃及地之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亲近别的神，侍奉敬拜他，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灾祸临到他们。经文读到这里，接着我们要请芝梅牧师来进行讲道的题目是在主里的每一步。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刚才博彦读的这段经文呢，有谈到上帝是第2次向所罗门显现。每当我们在听到别人在做见证分享的时候，大家或许很期待听到一些关键句，比如说，上帝到底是用怎样的方式向那个人显现？上帝有对他说了什么，还是在他身上做了什么吗？那在旧约时代，上帝显现的方式主要有3种。好，第一种呢，就是不外乎是上帝的灵临到某某人的身上；再来第2种就是上帝会在某人的梦境当中向他显现；还有一种就是透过代理人，就是天使啊，或者先知先见，好，跟某某人说一些什么话。主要是这3种方式，当然还有其他啦。好，那当圣灵降临，就是进入新约时代，当圣灵降临的时候，上帝向我们显现的方式已经是完全不拘形式了。随时随处，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比如说，上帝会借着读经、祷告，我们做礼拜的时候对我们说话，向我们显现。那当然，他也会借着我们的梦境来向我们显现。还有，上帝也会借着某人或某次的团契聚会对我们说话。上帝也会借着我们所召开的大小会议。在会议当中，上帝也会显现。我们在讨论、做决定的过程，还有做决定之后，上帝都会对我们说话。再来，还有就是上帝也会借着某一些事件，就是我们所处的环境。我想，比如说，牧师举个例子，最近有一部很夯的韩剧，叫做4个字。还蛮多人都有回答，代表还真的还蛮夯的一部韩剧。好，铁拳教育。有的人呢，有些人看铁拳教育这部影片的时候，可能会被激励成为一位有远见、有担当的
教育工作者。那有些父母在看铁拳教育的时候呢，可能会调整自己的心态，成为一个懂得放手、懂得尊重，就是不要老是一直插手学校的事务的家长。那有些学生看到铁拳教育呢，当然在某一个瞬间，他可能会想要学习，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任。好，总之，连一部影片，上帝也会透过这部影片对我们说话。总之，上帝会兴起各种各样的环境，让我们能够发现他对我们的呼召，又或者是他对我们的提醒，或者是警告。好，问题来了，既然圣灵随处都在，以马内利的主耶稣基督也常与我们同在，那么上帝向我们显现这件事情，其实就是非常平常啦。我们讲说是我们的日常，我们日常应该都会碰到的。关键就在于我们是抱着怎样的心态，或者是我们是不是真的那么期待上帝向我们显现。很多时候我们会在问说，为什么有些人常常会听到上帝对他说什么？为什么有些人一看圣经就知道说，哦，上帝对我说什么什么，哦，好感动哦，或者他看到一个什么景象说，哦，上帝对我说什么，好感动哦，如何如何。那但是我怎么好像上帝有对我说过什么话吗？上帝有做过什么事吗？我好像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为什么上帝常常临到某某人，却好像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呢？我们就先来看所罗门，上帝怎么向所罗门显现。所罗门这个王，他在刚登上王位的那个时候，他其实经历了一场腥风血雨的王位争夺战。在那个时候，他所走的每一步都是战战兢兢的。好，不是生就是死啊，不是成功就是失败。那为了他在刚登上王位，他为了巩固王权，他就选择跟埃及法老的女儿联姻。好，国际邦交嘛，好，邦交联姻。那所罗门的这一步呢，其实走得不太妙。从上帝带领，因为从上帝带领摩西，要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埃及这个国度充满世界法则，也很多偶像神明崇拜的这个国度呢，它所象征的意义，就是一个会吸引上帝的子民转头离开上帝的存在。那所罗门其实他也爱上帝，但是他爱归爱，但是他并没有完全的依靠上帝。所以当他娶埃及法老的女儿作为自己的，我们讲说外交上或者他王位上的一个靠山的时候呢，当他给魔鬼留有地步的时候，撒旦就毫不客气的踩进他的生命当中，踩到他的心里，占有一席之地。上帝就连所罗门其实都没有察觉，但是上帝知道所罗门的情况，上帝就主动在所罗门的梦里向他显现。上帝就问所罗门说：“你愿意我赐你什么？你随便你求，只要你求，我都给你。”当时的所罗门，他确实，他为了能够保有上帝所应许给他的这一切，他求什么呢？他祈求上帝能赐给他能判断众人、能明辨是非的智慧。上帝非常喜悦他的祈求，就将没有人可比的智慧赏赐给他。这是上帝第一次向所罗门显现。然后呢，所罗门就花了整整20年，花了7年建造圣殿，花了13年建造他的王宫，总共20年。所罗门的智慧果然使以色列日渐强盛，他的名声也传遍到世界各地。但是在这20年这个过程呢，所罗门他内心想要被人认同，因为他刚做王位的时候，其实做的不是很稳嘛。好，当我们新官上任，为什么会3把火呢？新官上任会3把火，就是因为我要做出一点成绩，我要把这个位置给站稳。好，所以在这个20年来的这个过程当中，所罗门内心想要被众人认同，想要被众人尊崇的那样子的欲望，也不断的在他内心扩大。这就是魔鬼撒旦厉害的地方，他会慢慢的像温水青蛙这样哈，慢慢的，他会在隐秘处慢慢把所罗门的胃口给养大，
然后呢，就慢慢的把它一直高举，一直高举，高举。一开始还不是没有什么感觉，越举越高，越举越高的时候，到一个地步，会让所罗门觉得，哎，我可以跟上帝一样。就像他当初如何在伊甸园引诱他，先从夏娃开始，他没有直接先对亚当，他先从夏娃开始，慢慢，哎，到了亚当就中奖了，好，亚当就促使亚当犯罪。进入21世纪，特别在 COVID-19 之后的这几年呢，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都在谈一件事情，都在谈要怎么样让教会复兴这件事情。之所以会用复兴这个字眼，就代表想要恢复到过去的荣景。好，过去教士兴旺，哇，人随便，我们讲说吼捞那个鱼啊，随便捞都有啊，好，随便捞都有那种荣景。可是现在并不是这样，所以每间教会在 COVID-19 之后的这几年，每间教会都在向上帝求什么？求智慧，讨资源啊！上帝，我没有人，你给我人呐；我没有钱，你给我钱呐。讨资源，还有呢，求策略方法。我们都想为主发光，为主做工，都很想像所罗门一样，建造荣美的圣殿，展现给世人看。这就是为主做见证嘛，好，这没有什么不好，这些其实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在我们为了这些事工疲于奔命的时候，好像漏掉了些什么，似乎漏掉了些什么。牧师举个例子，在上个礼拜二，牧师有去参加我们台北中会第75届第2次的中会议会。这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会议场合呢？能参加中会议会的人，就是我们台北中会，建成教会就是属于台北中会里面的。整个台北中会总共有将近100间教会，其实就是100减1啦，99间教会。哈，目前99间教会能参加会议的，就是这99间教会里面的所有的牧师，还有代议长老。就是在我们都有小会嘛，都有长老嘛，就是长老里面每一间教会就会派一位长老代表出去开会，叫代议长老。能参加这个会议的就是牧师跟代议长老。每次会议应出席的人数都落在200个人的上下，所以是一个非常盛大的一个聚会。每一次在开会之前呢，一定会有开会礼拜，而且有圣餐，就是圣餐礼拜。那一天上礼拜二那一天，礼拜顺利进行，我们都有圣餐。每次有圣餐，如果大家有做合堂礼拜的经验，就知道圣餐桌上面都有圣餐的器皿，里面有圣餐，然后有个白布盖起来。好，当中会议长讲道讲完，然后呢，也要带领大家一起来领受圣餐的时候，为了桌上的圣餐来祝谢。好，我们要祝谢祷告，就像耶稣当初他也是祝谢，然后就请所有的服侍圣餐的长老上到台前。好，服侍的长老也上到台前了，准备要拿饼跟杯。然后呢，中会议长一打开那个圣餐的盖子，一看，空的，空的。那圣餐器皿里面什么都没有，都是空的，就空空的。圣餐呢？那个空气瞬间凝结，大家都傻眼。圣餐呢？圣餐呢？然后中会议长还因为他那是一摞嘛，因为我们这么多人，他那圣餐是一摞非常多，他就一层几层这样还拿起来看，想说是不是这一层忘了放，那下面总有吧？这样拿起来看也没有，哇，真的是在那个当下，其实牧师除了错愕，有更多的难过。我那时候我的心里相当的难过，我心里浮现一个想法，就是耶稣呢？耶稣他竟然用这样子的方式显现，他用这样子的方式显现，让所有的在场所有人都措手不及啊！因为没有人期待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但是耶稣却用这样的方式显现，来表明他不想跟我们一起吃喝，他不想跟我们一起用餐，他不想跟我们一起吃饭。
但事实上，在牧师那时候心里一直在反思，事实上并不是耶稣不想，而是耶稣他似乎知道，反正你们这些牧师长老平常忙得个要死，那个会议我们那个会议是从早上9点一路要开到晚上下午4、5点的，非常冗长的会议。耶稣知道说，反正你们就想赶快早结束，早了事。这个圣餐呢，就好像是变成一种流于形式，好吧？那不吃也罢，我帮你们一下，干脆什么都不要摆，你就直接这样跳过，最快、最简单又干脆。我心里不断的在想，主，你这样子显现，你用这样子的方式，是在告诉我这样子，是在告诉我这件事情吗？每一次的圣餐都是我们纪念耶稣的牺牲跟恩典的时刻，也是见证他与我们连结、与我们合而为一的時刻。毕竟我们都知道，上帝看不到、摸不到，上帝是没有形象的存在。我们没有人看见上帝因为我们不能用天上地下地底下任何的形象来造。那些所谓讲见证分享的人他讲的非常的火热这样子，上帝如何在我身上做了什么，如何的，很多时候没有什么科学证据，我们真的很难拿出什么科学证据证明上帝有向某某人显现。但是圣餐就是耶稣的恩典与同在最具体的见证。圣餐是耶稣在受难前给我们最大的礼物。我们借由有形的圣餐，我们似乎能看见什么？当牧师在擘饼的时候，我们似乎能看见耶稣就钉在十字架上，他怎样为我们牺牲破碎的。在前年的圣诞活动，社青有那一部就是耶稣受难的嘛，然后好像在去年，然后到了去年的复活节，我们也有在重现耶稣受难的那一幕。每当牧师拿着饼要拨开的时候，我们似乎能看见耶稣是如何为我们牺牲的。每次在领圣餐的时候，牧师都会讲圣餐的意义，还有主耶稣恩典的话。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听见耶稣对我们说的话。我们可以听见耶稣是如何为我们牺牲，如何为我们流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甚至能摸到，因为我们会领圣餐，我们会拿到圣餐，我们可以摸到，我们似乎可以摸到、触摸到，也甚至于可以尝到主恩的滋味。借由圣餐，我们知道主耶稣确实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他里面。但是当上个礼拜二，牧师看到那个圣餐器里面空空的，我那个时候的心好像也瞬间被掏空了，瞬间被掏空了。当时的我一直在问我自己，我们这群牧师，我们这群代议长老，到底怎么了？是因为事工太忙吗？然后一直想要做出个什么成绩，一直想要证明自己，证明些什么，然后忘记了耶稣的宴席。我们竟然什么都没有准备，还给耶稣放鸽子。就像所罗门呢，他跟他的父亲大卫最大的差别，就是他总是在看外面表面上的成就，他所关注的都是表面上的成就，他并不关注他自己内心的状态，他也不那么关注他跟上帝的关系，上帝是不是真的喜悦他。最近有世足赛，世足赛开踢了，在一场足球比赛，那个友三刚好跑出去，他那个足球教练我们在一场足球比赛里面，即使有扎实的训练，即使有再好的技巧，即使有再高级的战术，如果没有进球如果梅西他没有进球，他还是梅西吗？他要进球他再会踢，再会闪，再有体力，他没有进球，他也不会是梅西在进球的那一瞬间，
证明什么？在进球的那一瞬间，就是在为自己，也在为整个球队的努力在做见证。那信仰也是如此，只有与主紧紧的连结，才能为我们的生命加分啊！只有我们跟主紧紧的连结，我们所做的一切事工才有意义。只有与主紧紧连结，我们在世上所有的成就，我们就可以确定知道说，这一切都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怜悯与恩典，我们才能有这一切，否则都是枉然啊！就在所罗门完成他心中所求所想，他盖了圣殿，又盖了他的王宫，他几乎已经到达了他人生的巅峰。上帝再一次主动的向所罗门显现。通常我们会说，人的尽头才是神的开头。通常人已经走投无路了，才会去主啊，我到底怎样才会去祈求。可所罗门不是他现在什么都一无所缺，但是上帝竟然又主动的，上帝主动，所罗门并没有求哦，上帝又主动的向所罗门显现。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说，即使我们没有祷告，即使我们没有看见自己生命当中内心的状态，甚至我们也很不期待上帝显现。但是为什么不期待？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一无所缺嘛，所以也没上帝，你也没什么好像没有必要再跟我说什么了吧？因为我很顺利啊，哈。即使我们没有祷告，甚至我们也没有什么期待，但是上帝总会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向我们显现。问题就在于，上帝已经做球给你了，端看你要怎么打。就像刚才牧师讲那个圣餐的事情，耶稣用这种方式对我们显现，我们要在这样子的一个画面，在这样子一个过程，在这样一个事件当中，上帝在提醒我们什么？上帝为何要在所罗门这么风光的时候向他显现？从圣经里的记载，我们发现所罗门他始终没有为了自己是不是有得罪上帝这件事情来祷告，他都在替别人，他都在替他的百姓有没有得罪上帝这件事情在祷告。意思是，他觉得需要祷告、需要调整、需要被改变的都是别人，都不是自己。我没有问题哦，我什么问题都没有。好，这样的生命状态是很危险的。他自己不知道，但是上帝知道，所以上帝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他提醒所罗门。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第4节。第4节这里说：“你若效法你父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然后等等等，我就怎样如何如何。”所罗门为了全会众，为了所有的人能在上帝面前站立的稳来祷告，确实不错。但如今上帝要问的是，所罗门你自己呢？看别人的问题都很容易，那所罗门你自己呢？你自己的心是否有诚实正直？你爱我比爱这个世界更多吗？正如耶稣也三问彼得说，一而再再而三的问，你爱我吗？上帝的显现对所罗门来讲是一个好消息啊。虽然那个过程不那么舒服，就像刚才牧师说那个圣餐的那个耶稣用这样子的方式显现，真的很不舒服，全场的人傻眼错愕，但是是一个好消息，是一个我们可以调整的一个好消息。就好像一辆跑车，跑车那种赛车，而且是赛车等级的跑车哦，需要有性能优越的刹车系统。所罗门这辆精装的跑车，在他所跑的每一段路程，在他所经历的各种大大小小的弯道，都需要灵活的运用刹车系统。在哪一个弯道，他要踩的刹车要踩得多深多浅，这都要去不断的去练习。蛮有智慧的所罗门，如今上帝向他显现，对他说了这一些话，他能不能听得懂？他这么有智慧的人，我们都很期盼他应该能听得懂。我们觉得他应该能听得懂，他是否能诚实面对自己的内心状态？他这么会去做判断，那个能判断的智慧也是上帝赐给他的。
他这么会判断别人，他能不能好好的判断自己？我们其实都很期待他能做出最正确的判断。那么上帝同样呢，也在我们身上安置了刹车系统。不论我们曾经如何在上帝面前立志，不论我们愿意为上帝的国度付上多大的代价，不论我们为了我们生活上的所需，为了我们的成就，我们努力了多少，因为我们所能努力的，那也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这些上帝都看在眼里，我们所做的一切，上帝都看在眼里。但是上帝更在意的是什么呢？是我们这个人的生命状态。上帝希望我们都能够像大卫一样，懂得在百忙之中踩个刹车，停下来。其实参加聚会、参加团契，对我们来讲就是踩个刹车啊，踩刹车，停下来，安静下来。用上帝的话跟上帝的灵检视我们自己的内心，诚实的面对自己的生命状态。上帝的话就是圣经，上帝的灵就是圣灵，这些都已经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预备好了，也是上帝向我们显现的证据。为要让我们所走的每一步都能够有完美的、优良的刹车系统。我想有开车的人都知道，刹车如果不 OK， 可能不太敢开出去。每次我们车辆要检验的时候，一定也会去看我们的刹车嘛，去检测我们的刹车 O 不 OK， 手刹车 O 不 OK， 都去检验嘛。刹车如果不 OK， 像自行车，U-Bike 如果没有刹车，也很恐怖吧？那也是很恐怖的。要有好的刹车系统，要不断的调整。精准我们的刹车系统，我们才能好好的往前跑啊，才能平安放胆的往前奔跑。我们都知道所罗门的父亲大卫并不完全，在他正式取得王位之后，其实他也曾经被权力冲昏头。他不止一次犯罪，而且他还大大的得罪上帝。但是大卫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会认罪悔改，他会停下来检视自己的内心。他不会推卸责任，就像那一场圣餐礼拜，对牧师来讲，一个最大的提醒跟警告就是：你不要想说你已经做牧师做这么多年了，好像很熟，我们讲说熟能生巧，好像什么事情都可以，随便动动小指头，别傻了。你以为你是在为谁做呢？你以为是谁让你有这样子的恩赐，有这样子的能力，有这样子的机会，能够成为一位牧师？不要想说你已经在这个位置上服侍久了，你就可以好像东方不败这样子，好像上帝都站在我这一边啊，我做的一切都这么顺利啊，所以我也不用特别去为着什么事情去祷告啊，我也不用特别为了怎么样的事情去祈求啊，反正上帝都站在我这边嘛。那就跟所罗门一样嘛。大卫的可贵之处就是他会停下来检视自己的内心，他不会推卸责任，他总是敦促自己能够以纯全正直的心，用一个心灵诚实去面对上帝，并且照着上帝的心意去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并不是不会犯错的人，我们都会犯错。而是在被上帝的提醒之后，会诚实面对自己，会为了能够继续跟上帝同行，就毫不犹豫的踩下刹车。我们会毫不犹豫的踩下刹车，放下自己的成就，放下自己的身份地位，放下自己的骄傲，单单以一个蒙恩的罪人的身份站在主的面前。我们常说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来爱主我们的上帝，有的时候这句话讲的好像有点轻，好像我们在服侍就是爱上帝，没有错，服侍是我们爱上帝的一个回应。但是要尽心尽性尽性的服侍，不在于表面上的这个，而是在我们心里，我们是不是有好好的调整我们服侍的心态，调整我们的生命？当我们的生命有一点偏差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尽心尽性尽意的调整自己？
把骄傲拿掉，把成就都抛掉。我们就是单单的把我们的身份地位都抛掉。在那个时候，我不是牧师了，我也不是一个讲道者，我什么身份都不是，我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在主的面前，我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错了，然后我需要主的怜悯跟恩典。我们是不是有好好的尽力要调整我们自己的状态？如果上帝一直透过环境来告诉我们哪边好像螺丝有点松了，或者是你正在非常志得意满的享受在你的成就的时候，上帝可能突然，上帝的显现真的盼望大家都能够去发现，而不是像所罗门王这样子。我们如果按着读经进度再往后面读，其实不久，现在是第9章嘛，你再读到第10章，再多一点点到11章，你就会看到所罗门的下场。他没有听进去，他没有尽心尽心尽意调整他自己，他只是一直不断的在享受他的成就，享受他的地位，享受他的身份。愿我们能够常常的在主所兴起的各样的环境当中，圣灵随时随处都会向我们显现。愿主帮助我们能够有一个敏锐的心，能够看见他，听见他如何向我们显现，然后我们可以尽力的调整自己，在主里调整自己的脚步，也修正自己的下一步。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一生跟随主，我们需要有一个清洁的心。就赐给我清洁的心，紧紧跟随你，我渴慕更深爱你，因你先爱我，跟随你的脚步，活出你对我无常，每一天带领我更多亲近你，我愿这一生更像你，求与我同行，哦主，引导我生命，赐给我甜美的灵，能合乎你心意，一生跟随你。求主赐给我，主赐给我亲切的心，紧紧跟随你，我渴慕更深爱你，因你先爱我，跟随主的脚步，跟随你的脚步，活出你对我呼召，每一天带领我更多亲近你，我愿这一生更像你，求与我同行，哦主，引导我生命，
生跟随你，我愿这一生更像你，就与我同行。哦，主，你高我生命，赐给我甜美能力，能呵护你心意，一生跟随你，能呵护你心意，一生跟随你。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圣灵保惠师，带领我们进入主你的真理，让我们可以常常借着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产生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生命的转换。愿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里所走的每一步，都能常常在你里面尽心尽性尽意的调整自己的脚步，让我们的所走的每一步都能够成为主你的喜悦。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与感动，常与你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让我们一起来唱最后一首《免惊》。